暝伫天顶看到火光，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出战争，都伫全球拢真关心的时，美国前总统川普讲这句话。By the way, China's going to be next. You know, China's going to. You think they're going to go after Taiwan? Oh, absolutely. Not with me, they wouldn't have. 就是这句话，让台湾人真惊讲。去美国在台协会面册讲，台湾若想攻击，恁敢真正会帮台湾？看到乌克兰安尼，我愈来愈怀疑。对台湾人来讲，连续看到美国伫阿富汗和乌克兰事件反应，咱敢若会使家己自立自强，家己加油。甚至有网友讲，今仔日乌克兰，明仔台湾，这敢是真的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，我想是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经济啊。我们看到光是这2天的股市的狂跌，那光是一个乌克兰啊，就造成这么大影响，何况台湾？从经济面来看，台湾伫产业链比乌克兰扮演更较重要的国际经贸角色。另外，伫国防上。台湾的国防军事实力这几年来是不断的在增强哦，自主防卫也好，或者是在这个军购的购买也好，那可是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是不断的在弱化当中。台湾伫国防的军力部署，2022年军事排名赢乌克兰，虽然讲名次无差真济，不过嘛有专家讲，中国和台湾之间和乌克兰、俄罗斯无同，还有一个台湾海峡，地理位置差真济。台湾的向心力比乌克兰更较悬。来看进前的民调，有65%的民众讲，万一中国武力来拍台湾，家己愿意上战场。国民党政府秘书长蔡正元嘛伫面册发文章讲，台湾的少年人愿意上战场，台湾真正唔免烦恼。敢若会使讲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，唔若影响到国际情势，嘛互两岸之间变化更较敏感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